得上帝所欢喜的圣殿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来恭敬听伊圣经的话，咱首先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自集伫礼拜堂的内底。阮回顾3000年前，所罗门受你所拣选，为着以色列人来建立上帝的礼拜堂。当礼拜堂受起做献堂迄一日，你对伊所讲欢喜的话，你要开你的目睭来看，你要按你的耳孔来听。你要用你的阳光甲富有来充满伫你的圣殿。你已经经人的手所做的礼拜堂。主，阮伫今仔日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也将这种的祝福赏赐予卑微乡村的教会，特别是伫阮中间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你听阮的祈祷。虽然这间礼拜堂是一间旧的礼拜堂，总是愿上帝你也将你欢喜的话。将你的应允，将你以马内利的福分来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，祝福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来迎接你，不知得当教会受祝福。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因的生命就是一个礼拜堂，阮的身躯就是圣神徛起的殿。主求你，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，特别是阮的少年人，要亲像所罗门。因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因一生中间所要去做生命的使命工作。主愿你建立，也祝福，互阮亲像大卫为着所罗门来欢喜，互阮做父母甲牧师中级的人，也为着阮的这个囡仔来欢喜。主，阮要伫你的面前来听上帝你的罗伯保罗所讲：一神、一主、一圣神，一个体。一个上帝，愿主你互阮会通明白，上帝你的教会就是一个圣义共同的教会。阮自集伫你的面前，恳求天顶的上帝，利用你的权能、阳光来充满一间礼拜堂，充满每一个敬拜你、敬畏你的囝儿甲查某囝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用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咱过去较少去读到、去默想，伫圣经内底所记载所罗门起礼拜堂的这个故事。今日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是伫历代志下卷，列王记嘛有同款的记载，历代志下卷第7章，这是一个3000年前的故事，就是所罗门王为上帝起礼拜堂。今仔这个经文就是献堂迄一日，第7章就是这个礼拜堂受起造了后，上帝的阳光充满伫迄个圣殿的内底，人上帝的荣耀甲权能会充满，至到连祭司都无才调入去到礼拜堂的内底。所以伫迄个献堂的礼拜献堂的日子，上帝的圣神特别对所罗门所讲的话。今仔日牧师要用整个第7章规个，就用这间圣殿礼拜堂受起造来祝福咱兄弟姊妹。因为伫这段话中间特别有一句足水的话，牧师读了后对心中就用伊来为恁祈祷。因为咱的上帝照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上帝讲：我是睁眼看，亲耳听，我就是开目睭来看。我就是按耳孔来听上帝所听的姊妹，愿你明白这句话。这句话意思就是，无论你出你入，咱的上帝，伊的目睭拢在看顾你。你的心内有什么种的物质艰难，你的上帝要开伊的耳孔，静静来听，亲像一个老母，伊听伊的囡仔伫外面所拄着的多遐物质。老目屎总都爱出来，这个妈妈就是咱的上帝，就跟咱拥抱，然后就安静，
伊讲免惊，慢慢啊讲，妈妈伫遮，妈妈在听。而且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有需要这个上帝用安尼来陪伴你吗？你若爱，你就甲上帝讲：今仔日你所享受互所罗门以及以色列人这种福分，今仔日嘛享受互阮的家庭。所以这个故事是第一经的礼拜堂，就敬拜上帝的族群中间，伫历史中间第一经受起做正式的礼拜堂，就是所罗门伫主前大概965年，大概是1000年前，公元1000年前。所以今仔日这间礼拜堂大概就3000年，但是后来这间礼拜堂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、这个国王来侵犯以色列人，打破这个国家，掠以色列人去巴比伦做奴隶，所以这间礼拜堂伊有受毁坏。但是后来到尼希米，伫迄个所在重新起造以斯拉。旧约的圣经咧讲起，这个先知重新起造上帝的圣殿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但是当耶稣基督离开世间了后，第二摆起造的修起的这个礼拜堂，伫主后耶稣离开世间的时阵，去互罗马的国王甲伊毁坏。后来一直到以色列人复国，伫第20世纪，这是这个礼拜堂的一个历史的过程。但是牧师要用这个礼拜堂来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你所予所罗门王伊的祝福，甲今仔日求你嘛，将这个阳光，互这间小小乡村的教会，也来彰显上帝你的荣耀。牧师所邀请咱书会为咱共读的第2段圣经，是以弗所书第1章以及第4章。以弗所书有6章。以弗所书是一本真重要，就是保罗咧讲起要怎样建立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咱要安怎去做？咱要去做什么种的教会？所以以弗所书对新约的教会来讲真重要，特别是中级，请恁爱注意听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话，也希望中级将来更较深去读恁个人安静灵修的时阵，完完整整思考以弗所保罗所讲要怎样来建立教会。当咱来认捌真正的上帝，所以今仔日的以弗所书第1章讲，伊要享受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真正认捌上帝。所以这个上帝不是一个理论，嘛不是一个方向，这个上帝是活活在咱的中间。是伫主前1000年，所罗门献堂的时阵，上帝荣耀充满的上帝；到保罗的时阵，迄个上帝嘛荣耀充满伫初代的教会。后来到第4章，今仔咱所共读的这段话，伊讲一个信仰，共一个信仰，共一个上帝。古早人讲钱有米，饲百样人，偏偏是基督徒。这本的圣经读出来，就产生无同款的感动。所以伫这个圣经中间讲，只有一个圣神，只有一个体。用体一个意思就是教会就是一个，无论东西南北分到世界各所在，这个教会拢共一个名，叫做基督教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2000年来，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教会共同认同，你是我，我是你。所以，咱逐礼拜咧做礼拜时阵，伫礼拜开始，咱会做伙徛起来讲信仰告别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。然后伫你读落的时阵，会讲我信圣共同的教会。我唔知，兄这恁每一摆咧读的时阵。恁敢有真正用安静的心，互你的理性咧思考这段的话？每一摆信仰告别，唔是一句拗念，一个宗教的仪式，唔是。信仰告别真重要，就是一种的，搁一摆咧讲一个故事。我的主耶稣，伊是对在色罗马利亚出世投胎，又死又复活，伊真侪人类的救主。圣而共同，今仔日牧师要讲的这个题目，就是
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，叫做圣义共同的教会。对一起头，伊对列殿门开始，对初代教会开始，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名叫做 Catholic Church。Catholic 这个字是对列殿语来的，伊的意思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希腊语叫做相通 Koinonia。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所以圣经咧讲的相通就是无分彼此，配一个，只有一个上帝，只有一摆的洗礼。无论你伫东边的教会洗礼，你伫北边的教会洗礼，咱若做伙组织守圣餐的时阵，咱拢总是伫耶稣基督的家庭的内底的一个人。所以讲，一个愿望，一个教会有共一个使命，有共一个目标，共一个心意。哇，这就难啦！因为一样米饲百样人。有人讲礼拜堂爱插做白色的，伊代表圣洁；有人讲爱插做黑色的，因为伊代表咱是罪人。哇，大家人的主张拢无同款，嘛拢对。但是咱要怎样，正做圣洁分别做圣，佮共同的教会？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，因为对头一个礼拜堂受起做，对咱的教会先祖先人起这间礼拜堂，咱要好好听惜这间教会，唔是干那这个建筑物，咱要好好听这个教会，因为伊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是上帝用伊的名所设立的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家己的人生，咱共同来听这段话，因为这个话唔是干那讲起做礼拜堂。这话最重要，其实咧讲的嘛，有关着你的灵命的起做。所以，所罗门的礼拜堂嘛是代表你个人的灵性、灵命，以及伫你的品格中间你所起做，要显露上帝。咱每一个人个人，咱每一个家庭，拢应该有一个水好的品格，通显露上帝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讲，这个故事毋是古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嘛毋是干那教会的故事。牧师甲咱做伙共读的时阵，这个故事最重要，伊要变做你的故事。愿咱会通亲像大卫，伫伊一生中间无得到上帝应允的事，上帝互伊的惊钱，因为大卫伫伊一生中间有得罪上帝。所以，大卫有一个足大的心意，就是打已经第一个犹太人的王国，大卫国已经受起做。上帝的约柜，敢会通甲咱放伫布棚内底？所以，大卫是一个真敬畏上帝的人。因对出来记开始，上帝赏赐迄个约柜陪伴因遐尼久长，伊一直心内着急。想要起一个礼拜堂给上帝，伊甲上帝讲：天是你的，地是你的，伟大的上帝，你敢会通徛起伫人手所做的厝的内底吗？你何等的伟大，人是甚物？有甚物资格来为你起礼拜堂？但是伊起礼拜堂的目的，就是要迎接荣耀的上帝，踮伫伊的家族，踮伫因的民族的内底。但是因为伊惊奸淫犯罪得罪上帝，佮用歹部署害死伊的阵中的将军，所以上帝无欢喜大卫，因为伊的手未堪得起做上帝荣耀的圣殿。但是上帝嘛应允伊，互伊的囝儿所罗门。所以，爱的姊妹。今仔日这个故事咧讲起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摆机会，为上帝建立生命的工程。牧师特别要为着恁少年的教会将来的愿望，恁爸爸妈妈甲教会，甲恁当作宝贝。牧师真期待恁亲像所罗门，大有智慧，佮敬畏上帝。所以伊写箴言，伊写传道书。
牧师希望恁会当伫上帝应允中间，找做一个互上帝的神充满伫恁的人生，建立美好的生命的工程。毋是干那起礼拜堂尔，好好照顾家己，好好甲家己的运势发展出来，这就亲像所罗门咧起礼拜堂同款。愿上帝的圣神，互恁有智慧的灵，对一生少年到你一生的路尾。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所讲，3000年前，这就是一个模拟的3D 的影片。恁若礼拜了后，牧师将这个影片的网址放伫咱的赖族群，恁会当去看这个礼拜堂。因为这个礼拜堂今仔已经无伫咧，但是现代的圣经学者甲真侪人，因就开始制作真侪这个3D 的图片。牧师今仔所用的这个背景的图片，就是这个3D 图片内底所翕的内底礼拜堂的内底叫做至圣所。这间教会已经是3000年前，全世界第一间的教会，但是因无叫做教会，因叫做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圣经第7章第1节安尼写：当所罗门献堂伫迄个中间，伊的祈祷结束，有火对天顶降临，上帝对天人用火来接纳这祭司所献的所有这祭物。其中上要紧的第1节的上尾句讲，耶和华的阳光就充满伫礼拜堂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甲上帝讲阿们。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伫我的心灵，伫我的思想，我爱拍开我思想的门，互上帝伊家己的荣耀入来我的生命中间。这就是代表伊讲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有正直的心。一个人若有正直的心，有清气的心，有正直的心，伊就袂互黑暗的关系来引诱，伊就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，上帝荣耀的充满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听今仔日的圣经第7章的第7章的16节，伊讲我已经选择这间圣殿，我欢喜。上帝讲我选择这间礼拜堂做我永远徛起的。伊讲要互我的名充满伫伊的中间。看你的手伫你的心来讲，主啊，我伫遮。主啊，我何德何能？但是主啊，我伫遮。主求你将你的荣耀，将你的名，将你的掌权，伫我卑微的生命中间，也这好唔好？你敢愿意将你家己的生命亲像所罗门将伊所起的礼拜堂献给上帝？你若降服伫上帝面前谦卑安尼祈祷，主讲我的名就要点伫伊中间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马内利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就点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搁起哩，这个圣经也所记载上帝所讲的话。我要目睭看，耳孔听。汉语的圣经讲：“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6个字，睁眼看，侧耳听，这是一个足水的应允。不是讲你敢若听着讲道，得到感动尔，不是。这个上帝就是活活伫你的生命，伫你的身边，成做你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来用这句话讲阿们。主啊，3000年前你应允，你要点伫这个圣殿内，你要掌管，你的名要点伫中间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掌管我的家庭，主好我的囝儿孙，因为敬畏你，因为一生中间无得跋倒丢搭失败。主好我的囡仔一生有着你的名行伫伊的路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要做真实的基督徒，需要有付出代价。迄个代价就是谦卑、降服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用这句话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是一个睁眼看、侧耳听的上帝。睁眼看顾人，侧耳垂听祷告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将这句话写伫你的心，互你一生相信，咱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。
有时咱甲人做伙生活中间，咱拢想要讲互听，包括牧师嘛同款。咱的兄弟姊妹若咧讨开牧师一听袂了，牧师就想要甲恁鼓励，就有真侪答案，就一直想要甲恁讲啊。好啊，你毋好去烦啊，你毋免去烦恼啊。也这牧师嘛是安尼遮尔急躁的。但是今仔这段圣经，伊咧讲起咱的上帝是，伊充分的听，伊愿意听你的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来靠赖上帝，来讲互上帝听，来亲近耶稣，来讲互咱的主耶稣听，这就是祈祷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你。既然你心所求，既然你全然伫上帝面前，清气的祈祷，主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引起牧师甲恁分享，是因为伫年底咱的总会连续伫北部、南部、中部甲东部有举行4场的今年度长老教会的宣教座谈会，来反省咱的教会过去所做，咱的期待将来咱的长老教会更加努力。咱的教会对25年前就开始推动一个叫做21世纪的宣教运动，所以大家做伙组织，对无同款的中会的议长、传道部长，甲这中委的代表，做这人大家组织，咧反省讲，伫今仔日到过来5年，这个长老教会过来5年，咱需要做什么？第一个大会中间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组织的再造。教会的再发展，意思就是互教会叫做教会，互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圣义共同的教会。因为伫一个大会中间，大家拢咧问讲，要安怎建立一个人愿意来，是一个活泼，是一个有活命的教会，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大家都来到伫信仰个别内底迄句话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教会的讲法讲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成做社会噩梦的记号，成做噩梦的记号。但是将近1600年、1700年，正教会信仰个别内底这个使徒圣经，伊讲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这是今仔日。牧师要甲恁分享伫宣教大会，大家讨论什么叫做圣义共同。这有两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教会是清气的教会，上帝教会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会。上帝教会是上帝以家己的荣耀充满分别做成的教会。第二，上帝教会是共同的教会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，咱有2个当心的功课。第一，咱要真做祭司，因为咱长老教会所要求的就是全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万民该祭司。恁若伫教会较久，恁就捌听过上过圣灵主日咯，恁捌听过万民该祭司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拢是祭司，毋是干那牧师是祭司。大家人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万民该祭司。祭司有一个最要紧的职分，就是守护圣殿。圣祭司最要紧的职分，就是守护上帝的圣殿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拢同款，一间教会的欢喜就是咱的欢喜。这间教会所拄到的光景，就是咱的光景。这是咱的共同，这就是圣义共同伊的教会的意思。原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，今仔日圣经对我讲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，上帝要对我讲什么？拄则已经读一摆，上帝讲我有选这间教会，分别做成，互我的名伫迄个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请注意这句话：
分别做圣。每一个人拢清气，教会就清气。每一个人拢需要拍开你的生命，将你的心思意念，互主耶稣基督来掌管。所以第一，今仔日咱做伙共同来认捌，什么是圣洁的？圣经中间其实对上起头摩西五经就讲到分别做圣这种的观念。出来记第32章第29节，摩西伊传达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命令10条诫，所以当摩西将上帝10句话带来到自己的信仰的族群、信仰的团体的中间，摩西先怎甲因讲？今仔日咱爱清起咱家己，归互耶和华真侪圣洁。所以犹太人真注重分别为圣。所以查甫囡仔出世第8天就行割礼，代表伊将伊的所生的囡仔伊的性命通过这个，那像着洗礼。割礼就是犹太人的洗礼同款，伊将伊的囡仔甲伊分别做圣。犹太人非常注重，对摩西行入西奈山，上帝讲：“甲你鞋脱掉，因为这是圣山清气的所在，你的脚无清气。”所以，圣经中间分别做圣是一个基督徒敬拜上帝一个真要紧的开始。原来伫做面前，咱嘛会当注意到，拄则解说圣经讲，这个圣殿的起造，对咱每一个人个人的应允，对咱每一个个人的祝福，就是咱个人的生命的工程。咱的一生最重要的工程，不是你外口读册。不是你外口经营事业，咱的一生最大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我怎样成做实实在在的基督徒。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灵命，咱的属灵的活命，认捌上帝，认捌家己，活伫上帝真道的内底。所罗门起造礼拜堂，咱每一个人。建立咱敬虔的信仰的态度，这就是圣，分别做圣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主通过今仔日咱做伙组织的时，师会所读的圣经，圣神所带来的印证。有所第1章17节，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，互恁真正入捌上帝。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，互恁真正认捌，摇花咱的上帝，搁开咱的目睭。阿门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无搁再做青迷的人；愿咱伫圣神的夫妻的中间，咱无搁再做摆卡的人；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通过咱恭敬的脚步。主开咱的耳孔，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欢喜跳跳。所以第一个咱共同的功课，就是建立一个分别做圣的礼拜堂。对你开始，因为咱伫外面，人讲到恁就代表德堂教会，有遐严重无？有。咱的社区怎样看咱？咱伫外面就是代表上帝，代表咱这间教会。所听的姊妹，教会会改变对每一个个体，对每一个个人，对咱开始。愿上帝祝福恁，今仔日上帝用伊的荣耀充满咱每一个人，甚至伊充满所罗门的礼拜堂。兄弟姊妹。全世界第一间的礼拜堂，对你来讲，你是上帝手中你家己第一间的礼拜堂。主帮助咱，以历代志下卷今仔日的圣经第7章14节，伊讲：这个伫我的名所归属的百姓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意思。就是我接纳上帝做我的上帝，我降服伫伊的面前。
我用伊的名做我的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上帝讲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愿我伫你的面前，这个百姓是我白话字圣经安尼翻译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呼，就亲像咱伫这个社会中间，人称呼咱做基督徒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因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爱见我的面，离开歹路，我就要对天顶暗耳孔来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环境，因的家庭。愿主将这个话永远藏伫咱的内底。阁有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伊讲：恁是受拣选的族群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的上帝的子民。有3项：第一，咱是上帝所拣选的；第二，咱有上帝祭司的荣耀的身份；第三，咱是上帝天国的子儿。拄则我甲咱解说。祭司是守护圣殿的真要紧的神职的人员，所以有真侪影片咧讲圣殿守护的迄个武士有无？我不要讲迄个名，有真侪什么叫做什么种骑士，什么种骑士，因就是世世代代的守护，无论是全世界各所在的这会幕、圣堂甲礼拜堂，祭司真要紧就是守护上帝圣洁的。伊的圣殿的人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我要用我的生命一生来守护你所守护我这个荣光的名，基督徒的名。主帮助咱，所以咱同心建立这个分别罪性。分别罪性来用咱较谦卑的话，叫做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或者这句话咱应该知，牧师唔免解说啥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伫上帝话中间，耶稣讲：恁就照安尼去做，恁所听的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什么叫做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？哥林多前书6章14节的后半段，这段话中间讲：义甲不义有什么种的相通？光明甲黑暗有什么种的相通？这两个字。拢是咧讲起共同连结可以努力，所以意思就是无同款的本质，是无同款，水火不容，有水不容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自从咱认上帝了后，咱还会记得，咱是义，咱是光，咱是上帝以用羊羔的保护。付出遮尔大的疼，甲咱赎回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，莫当心决志讲，主我愿意，我要做第一名的基督徒。有一年，咱的教会要送人一个胸章，迄个胸章就是数字的1，恁还会记吗？恁还有保留掉咧吗？迄个1，恁会记得牧师甲恁讲什么叫做1？做第一名的基督徒，毋是咧比悬比低、比前比后，毋是。第一名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基督徒，做第一名的爸爸，做第一名的妈妈，有第一名的人生，不是上好的我不爱。所以的弟兄妹，这种的心意到今仔日还阁咧继续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成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，享受我属天的个性。第二，伫今仔礼拜牧师要甲咱做祈祷，要邀请咱做祈祷，讲主啊，帮助阮成做一个信仰的大家庭，一个共同大公天下为公的公，大公共同，这个字可以努力，有的人该翻译做团契、相通，嘛有的教会，特别是今麦天主教，真爱用共荣。共同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成为生命的共同体。今仔日的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讲一神一体，教会体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恩蒙一个，圣神一个，只有一个主。连续讲拢讲到伊
伊咧讲的就是共同体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，咱做伙为着上帝，咱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共同生活简单无？困难。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：家家有本难念的什么？难念的经啊！意思是囝若是一个人的团体，小到家庭、教会，大到社会国家，人的共同生活自古以来拢毋是一项简单的代志。一句足歹听的话叫做十喙九尻川，意思是足多元的意思。人有人的主张，人有人无同款的看法，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兄弟姊妹要注意，虽然不简单，但是教会这个共同生活是一个神圣的事情，因为伊是用耶稣基督的身躯来做譬喻，伊是属上帝。原来伫伊的面前，咱做伙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阮要有多元的恩赐，各尽其职。主啊，你所创造的世间本地就是七彩、红橙黄绿蓝靛紫。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这个多元化，各人有各人的无同款的恩赐。主啊，帮助阮互无同款的恩赐、无同款的看法、无同款的想法，但是如何正做合一？如何正做合一？这就是正教会所面对最大的困难。昨暗咱的查经班的主题，就是读到主上帝伊所讲的爱的诫命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，搁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。教会合一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两项，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咱合一；因为我看你做我的亲人，所以咱合一。安尼有清楚吗？所以合一不是统一，就是我讲你对，我讲你做，不是。合一就是伫听的中间，成做一家人，无分你甲我。拄开始真困难，就亲像恋爱结婚，恁中间有人，什么人是结婚毋捌冤家过？大家拢会笑。那有这种人叫做怪人。那冤的起来要救了吼，那连冤都未冤，迄叫做冷战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做伙用这段话来做咱教会的信仰告别，替一个圣神，一个仰望一个上帝，一个救主，共一样的信仰，一本的圣经，一个教会的制度，就是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世人拢受接纳。这就是全世界的教会成做一个共同教会的开始。所以保罗要求，无论你是伫亚洲的教会，伫欧洲的教会，伫东的教会，伫西的教会，逐所在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建立的，拢是一样的教会，用耶稣基督做头。有所保罗所讲，伫第4章，伊讲是上帝所设立的。上帝用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，这所有的伊的门徒对伫伊的身边，就建立一个图像，用人的身躯来表明这是教会。所以伫迄个中间真要紧，用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大家庭，是彼此相听、彼此服侍、甲彼此尊重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当心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祝福这间教会，互这间教会是一间什么种的人拢会当来，什么种的人拢会当伫这个所在受接纳，
心中的人伫这个所在，伊的话拢会通有人要甲伊听，但是更加要紧，互阮因为真理、因为信心、因为信甲圣经的道理，阮共同降服伫上帝伊的带领的内底，主帮助咱。所以拄则我用爱的大诫命来解说，真正若要合一的教会，伊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听。所以当我敬畏上帝时，我看到一个卑微的人，我伫伊的身躯顶悬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。这个人伫社会顶悬是无人看重伊的，但是因为伊敬畏上帝，所以我对伊的面，对伊的形象，我就看到耶稣基督听的记号，所以我就尊重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。听会改变伊真正的意思。无需要甲恁讲，恁作为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恁就得学习将来做教会的领导者，伫社会做领导者，这真要紧。爱人如己这句话，上要紧就是对人的尊重、对人的接纳、对人的陪伴。爱人如己，包含对人的尊重。所以，恁伫教会作为成长，是一个真好的生命养成的开始。牧师要给恁提出一个要求：恁做大哥哥的人，要造就弟弟妹妹；恁做大姐姐的人，恁来看教，恁来帮衬，互恁的弟弟妹妹跟你一样的优秀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伫教会内底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咱伫教会内底无咧比啥物人较优秀，咱伫教会内底是彼此看教，互相疼惜，好毋好？原来伫即个教会中间，咱宣告讲：主啊，独你是即间教会主，你说了算，不是牧师说了算，不是长老说了算，不是爸爸妈妈说了算，是上帝说了算。圣义共同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。咱做伙宣告，主啊，愿你接纳阮的教会，主啊，将阮的教会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的阳光降临，亲像3000年前你接纳所罗门伊的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听阮祈祷。阮摆列，阮的生命，阮的生命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。主，阮将阮家己、将阮的家庭、将德堂教会摆在你的面前。愿你的阳光降临伫阮的中间，将你的名写伫阮的中间。主，互阮享受你以马内利迄种的活命的实在。主，你是睁眼看、侧耳听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甲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撒合伫地，阮恭恭敬敬安尼祈祷，是阮心所求、嘴所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